几年也不不离自信那种北斗之城啊，最终也不不活都得路来。今日都变得当做变梦，你庙那呢？我讲下。有梦就有梦了。有梦，说就妙趣。对，有。为他只能说的真的妙，你只好干哈啦。你一喊妙，你还带入曲子，你就只敢炒入妙了。就干啥？那该说你这个带，你这个炒入妙曲了呢？你这妙，你最妙哦，个下个最妙个历史都个哈喽。从那个低调低头的他个低哦。北只有庙子什么守护北和庙子呢？北有梦。有梦了嘛？就有梦了嘛。北嘛中山上就落后，北这都是谁？有世界俩字，把还有就有梦，有庙。然后有庙处。然后有庙的是有这庙有梦。有梦。庙没梦，好多人要说哈。庙那。来个他中了，你太妙了哦，都弄了就是好了。我们是母。哦，母。你自己说是母，不是苗，是母。是母，不是苗。是母。苗是他们汉族说的。你们的老人是以前从哪儿来？我们老祖宗的是江西的。江西周子巷。江西周子巷来的。先到湖南。到湖南，后来到贵州。现在我们到这里来都是变成苗族去了。变到苗族了。苗族。但是以前不是。以前不是。以前是什么？以前是汉族的，我也不清楚。不清楚。我们到这里，我们都是苗族。是这样。是这样的。但是以前可能不是苗族。以前嘞。我觉得那你们是蒙族吧？蒙族。蒙族是你说1、2、8、6、7。那你怎么说？我们1、2、8、6、7。那个是蒙族啊。那是蒙族对。你们是下是哈秀。这个老人都是只点到叫苗子，讲是苗子，就逃过来了吗？逃过来。我们叫那苗族叫轰动。轰动是在哪里？是这附近吗？不是，你到就是一下子你到崇开下面去。